要么就备点药，它有那个药是专门中和那个为了吃个河豚，你也够拼命啊！你吃完之后感觉不行，他就吃完之后什么特点呢？就是心脏停跳。不行，赶紧要！又不行，心脏紧起来，又不跳，赶紧拿药吃一片。真吓人！它就是氰化物，真吓人。氰化物就是会导致心脏停跳，就这么点事儿。为了吃个河豚，或者你就干脆提前吃一片。管你有没有呢？但是吃一片，等一下它先消化了，那鱼还没消化，然后一会儿也有可能。对啊，河豚来了啊！二姐心念念的河豚。这河豚怎么样？看着。嗨，这跟我平时钓的一模一样。这是它的皮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它的胆汁。皮，它的皮，这不是头吗？头在这儿了吗？